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9月28，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第18号风台米塔已经形成，按算后礼拜1和拜2上挖进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就要注意大雨。今仔日民进党举办全代会和33周年的党庆，真侪头人共台展现团结，啊那韩国瑜是留伫高雄拼市政。有台湾旅客一家伙仔3个人去 Okinawa 自由行，家己租车来驶，却发生车祸，造成1个人死，2个人受伤。今年第18号风台米塔伫咧顶部已经形成，气象局是按算后礼拜1和拜2上挖进咱台湾，时到北部和东北部就要注意大雨。不过伫咧风台要来进前，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气象局对北区的区域是发布大水雨特报。新北市石子区的新台5段今仔日透早5点外出现淹水，附近因为做工程的土石互大雨冲出来，所以呢，地输30外台车互土沙砍去。大量的土水一直拼落来，原本的马路变成土水路，怪手无用将地面上的暗毛土山石仔清运到山石仔车内，就惊道路交通继续受阻碍，无法度通行。拜六透早5点外，新北市石子区新台5路2段盐坑前出现淹水情形，雨水因为大雨将附近人行道工程的土沙冲出，踢到下水道排水孔，造成积水，停伫路边的30几台汽机车也一度陷入土沙中。到现场以后，所有的那个石头、水、那个沙石等等都淹到那个摩托车的脚踏板上面，所以非常凄惨。新北市永工处协报了后，现场先围出一条水路，互土水疏通，也紧急出动工程车到现场帮忙清运土沙。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赶快把这些的集配料赶快做一个清理，然后把这个水先导到这个不影响商家的那个排水沟的部分。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风影响，已经对北北基发布变雨特报。经济部水利署也针对南港区发布一级淹水警戒，信义区2级淹水警戒。嘉南河水位一直涨起来，也可能随时关掉烟花水门，呼吁伫和平公园活动的民众甲车辆注意撤离的消息。今年第18号风台米塔早起8点已经形成，路线会先靠近台湾东部海面了后，过上北。预计后礼拜1、拜2，北风可上接近台湾，到时阵北部甲东半部地区要注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媒体报道，有台湾旅客一家伙仔3个人去 Okinawa 自由行，家己是租车来驶，不过却伫2日发生车祸。赛车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和伊的后生，敢若受到轻伤，不过伊50岁看手却不幸来过身。旅游业者是提醒讲，日本的驾驶系统是正便，和咱台湾拄好是对反，登月的时一定要注意方向，较袂发生危险。日本Okinawa传出台湾游客车祸消息。日本媒体报道，台湾旅客一家伙仔3个人到Okinawa租车驶车出去佚佗。26号下昼3点左右，伫道路正外的时阵，甲对向自行车相撞，造成后座50岁母亲不幸死亡。驶车的49岁父亲甲10多岁后生是轻伤。第一时间协助家属跟医护人员沟通当然有向家属表达我们的深切的慰问跟哀悼之意协助跟警方这个厘清相关的这个案发的这个经过。外交部表示，事故原因警方也在调查，驻那霸办事处将继续提供家属协助。根据公路总局统计，台湾民众申请驾照日本申办件数，2017年更达到22万7千多件。也不过旅游业者提醒，日本是这边赛车系统甲台湾的倒边系统无同，西湾驾驶因快路段，较会因为摸不清楚方向来发生车祸。因为你转弯的时候，你的方向感不一样，常常很容易转到对向车道去。
进圆环的时候，你会迷失到底你要往哪个方向走，那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此外，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路况不熟，定会若塞车，若看到行车路非常危险，所以旅游业者提醒民众，到日本若要家己塞车，速度要放慢。捌开入库甲路边停车，也上好请同齐去的人帮忙看一下，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香港。今仔日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伫咧2014年的时，有真侪民众伫咧政府总部的外口搭纸条啊，顶面写一寡加油和鼓励话，正做当年运动重要的地标。所以下晡，阁有民众登去现场做联络墙。其中嘛有真侪人是以前5年前参加过占领运动的人，即届因按算要搭文宣来宣传反送中的消息，嘛对最近香港的抗争表达支持。伫楼梯边仔铺设壁面搭上一张文宣海报，28号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真侪穿着雨伞的民众自发性到政府总部外起联络墙。5年前的雨伞运动呢，这一面墙当时是贴满了加油打气的便利贴，成为了联络墙。而5周年后的今天呢，许多民众是重回到了现场，发起光复联络墙的行动。虽然壁店表示着袂当大字，民众依然将壁面打扮了便利贴海报，连楼梯也是。文宣的内容大部分拢是控诉近期抗争警察的暴力举动，甲未来几天反送中活动主题未将响应的民众。5年前也捌参与占领中环行动，并且感叹5年后香港政府对抗争民众提出的诉求，赶快无重视无回应。那时候是辞掉工作，然后在这边好像大半个月吧，只有20多天在这边睡。6月多开始已经说要5大诉求，但是那5大诉求其实只是完成了一个，其他他完全不鸟你。香港这一次的社运显示出来那种顽强、那种斗志是非常，我是估计不到的。民众发起光复联络墙，搁较为温园接受到金钟的天马公园，因加大连成联络之路，希望透过文宣传达抗争嘅信息，確實會當看到未少市民停落腳步看。即係對政府一啲訴求，我哋一定要佢冇應承過嘛，佢冇答應我哋，所以即係繼續佢都係對我哋咁多人嘅要求都不能不睬。也有民眾伫連接政府總部的天橋掛上寫着人民聲援歸來的黃色布條，不過隨後都予警方拆掉。雨傘運動5周年的一天，歷時也有光復聯絡牆來紀念。暗時接受有民眾舉辦集會活動，警方是已經出動水馬加水炮車展開戒備。記者綜合報道。高鐵探去屏東的路線，交通部上尾是決定做贏案。按算後禮拜就會報行政院來核定，上緊在2029年就會完工。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頂部嘛強調講，國家建設就是要有氣魄，預算會分做10年來編。高鐵延伸到屏東路線，交通部27號開會審查，予經會計可行性權的倒贏案勝出。不過因為這個案，在今年4月審查的時陣，遭到多數審查委員因為債務效益低，建議改以國土開發角度調整被退回。這一擺交通部所提出的國土開發效益，都是西高鐵加東快鐵的環境，這次引起外界批評，看不到國家具體內容。行政院長蘇貞昌28號表示，國家建設都是愛有遠見，預算會分10年來編列。重大建設下去，不但不會再留子孫，而且是建設留子孫，因此所帶來的發展跟效益，讓區域平衡，讓軌道運輸升級。根據鐵道局規劃，倒贏案路線由倒贏站岔出，以國家橋路線無經過高雄市區延伸到屏東綠地處。路線長度17.5公里，行車時間大約10分鐘，上緊2029年完工。對此，屏東縣長潘明安感謝中央支持，總算等到高鐵將要跨過高屏溪，也不過也唔忘堅持作業甲降技術地。到左營新左營的339公里左右，施工期間7年多。高雄屏東這邊大概17公里左右，那確實要10年，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交通部這個包括鐵道局呢，能夠縮短這個施工的期程。學者也提醒，每當為工程面甲經費去看倒一個金額上少，就決定倒一個會當做。動工了後所帶來負面衝擊也要想清楚。除了這個環島鐵路網的規劃之外，也要把當地的產業發展、大眾運輸的便利性，也包括票價，也應該要一併的去做檢討。
或者强调国土规划爱看全面性，包括公路资源唔通停塌，所以要求补强内容了后，也搁要经过审查委员认同，才会当报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因为要选总统，所以进前是话讲，平常时拼市政，假日才要拼选举。不过伊用过假日拢伫咧外县市走选举的行程，今仔日煞安排6个伫咧高雄的市政行程。针对高铁要探去屏东，最后是决定做赢案，无要经过高雄市区。韩国瑜是呼吁中央，就要重新考虑高雄市府的建议。结束中央敬老活动，高雄市长韩国瑜随官往市府参加关渡志工大会师，替志工队代表授旗。请授旗。韩国瑜致辞时呼吁现场800外位志工积极合作，竞争单位通力合作。再次表示，反倒对少年世代重要性。这是韩国瑜早起第3个市政行程，同时对高铁南延定案未经过高雄市区，伊提起中央唔通出卡，爱提权利用价值，对高雄市府建议应该重新考虑。我们希望，既然要花这么多的预算，一定要让它利用价值提得最高。所以希望能够经过高雄市的市区，从长远来看的话，这是最符合高雄跟屏东2个县市人民的利益的问题，所以绝对不能够取巧。规工排完6个市政行程，跨过各年龄层，原住民族甲无同局处，下昼也到电影院甲少年朋友同齐看以白色恐怖为背景，知名电玩改编的电影《返校》。因为这部电影真侪所在伫高雄处境，市府也参与投资。而前韩国瑜无出席着宴会，引起争议。拜六以实际行动支持，破除外界一起假日报告市政讲法。市政行程迄外，中方参查到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参加全球海外大商奥运会成立大会，同时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随即转换身份炮会全开炮轰民进党。执政这么差，就请下台，好好当一个反对党。反正民进党像妖怪一样，今天手断掉，明天长一只手；把他腿砍了，后天长一只腿；脑袋掉了，2天就长出来。他很快就强大，他一样可以做一个很强壮的反对党。高雄市长韩国瑜带一参选总统，发出平日拼市政，假日拼选举。前几个拜六拢伫外县市拼选举，这礼拜回访高雄，固守基本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民进党举办全代会和33周年党庆的时阵，被拼连任的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共台造势，展现团结的气势。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党主席卓荣泰加前行政院长姚锡坤、张俊阳在创党联署，共同设下33回生日纪念歌。民进党28登来到创党地点宜山大饭店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总统蔡英文也以提名人的身份发表谈话。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我知道有些人乐观以对，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容我严肃地提醒，政局变化万千，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在全代会进前，蔡英文正式会安排赖清德访问美国为伊助选。对着2人配合出现，希望蔡英文也特别宣示，相信伫选战队伍，赖前院长绝对袂缺席。赖清德前院长没有在现场，过去几年他在执政团队的努力与付出，以及他在初选后展现的民主的风度，他一直是我们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相信，在选战的队伍中，赖前院长绝对不会缺席，一定和我们并肩作战。尽管2人无共台，不过前总统陈水扁下晡出席台湾派对党庆活动也引发注意。非常的高兴，能够回违11年的民进党中央党部，非常的开心，也百感交集，感触很多。再次的感谢大家的关心。面对选战，民进党就着全代会场合对内营造出要救阿扁啊，加赖清德老调的气氛。另外，面对两岸紧张情势，全代会也通过社会动员世代强赢决议文，坚定捍卫台湾主权独立，反对一国两制坚定立场。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决定退出国民党。
党主席吴敦义嘛已经批准。吴敦义是表示，虽然郭台铭已经毋是党员，不过相信最后也是会行转来和国民党做伙。今仔日是郭台铭办头一场的感恩会，郭办的发言人是讲，郭台铭和国民党已经田无高，水无流。已经决定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下晡伫三重新华园区举办头一场感恩之旅，甲原住民共台唱国歌。经过国民党初选风波，郭台铭做摆讲要退党。国民党是要留人，也是无爱留人。党主席吴敦义27暗头啊批准退党的申请公文，还搁再慰留郭台铭。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尊重他。他昨天也讲过了，他永远是一个中华民国派。他现在已经不是党员，但是我相信我们殊途同归。我不太清楚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容词。郭台铭先生跟国民党就是分道扬镳，也更加的海阔天空了。那未来他不再接受这些党纪的束缚，他可以有更宽广的空间来为中华民国服务。郭台铭甲国民党来分开，有了会甲台北市长、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的电影合作，唱歌模拟立委席处。虽然不参与这个总统。但是呢，我认为立法机构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毋过郭家军是毋是加入台湾民众党？永宁基金会副执行长蔡琴如讲，爱好好来考虑。台北市长郭文铁在9礼拜9时节出席祭孔典礼，预估下礼拜台湾民众党的头一波被为区域立委参选人要来翕定妆的相片。郭台铭已经答应到3天。李郭文铁的幕僚台北市府顾问蔡壁如是毋是列做无分区的安全名单？是毋是有机会担任台湾民众党的党团总召集人？相关是真受到大家的关心跟注意。过去立法院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乔来乔去的密室协商总是好像看起来就是那种黑箱作业。我们来了一个白目的进去，一定人家说鲶鱼效应一定会发挥的。郭文铁甲家己的人马披露真多白目，希望甲人送入立法院改变密室协商的生态。也个蔡壁如是毋是挂无分区立委，也有2个月时间用慢慢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昨暗8点外，有民众伫咧中山堂附近散步的时，煞互青婚的查甫人冲过来拍伊的脚趾片，互人拍的民众随去派出所备案。不过，定伫附近出入的民众是讲，这个查甫人凊彩攻击人已经毋是第一摆。画面中，一名查甫人正要过马路，突然一个穿红衫的人冲过来拍伊脚趾片，被拍的查甫人气甲掠起哩，要求对方道歉。先生要不要道歉？拍人的红衫查甫人逃走了后，受害者向派出所报案，警方顺线抓人。讲是心情歹，随机拍人，也不过并无摕伤人的武器。他只有拿外套就是有推挤拍打的动作所以没有造成伤害。那我们事后还是针对他有情绪不稳然后有疑似需要强制就医部分跟社工这边联系中会案发地点，随机攻击的红衫查甫人出现的地点，都伫中山堂表演厅的头前，周边真侪商店，还有进出中国附议的病患，人平常时也都真侪。民众表示，这名查甫人随机拍人，不是头一摆，行伫路上拢袂当安心。他会先左右看啊，然后表现得很像就是，我不知道，就好像在找人，很紧张一样。他为什么跟他是这样？会怕，为什么会怕？就怕被攻击啊。虽然这摆冲突被拍民众最后无提过，也不过也呼吁警方甲相关单位，唔通将伊当作小社会案件处理，应该转介相关单位介入了解辅导，以确保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归来非营利幼儿园的老师，今年决定伫教师节做公益，嘛和小朋友约束，甲买卡片的钱省落来，换捐予基金会，希望会当帮助失物人。这阵囡仔排着珠仔做的地仔咧跳舞，实在真古锥。这是屏东的归来非营利幼儿园，为着要响应创世基金会集集行善活动所安排的表演。要回去叫妈妈去邮局帮植物人存钱。教师节我们不收卡片，要拿小卡回去写，帮助植物人。不收卡片，一起写小卡。
今年的教师节，囡仔无买卡片给老师，等到把钱捐给基金会，帮助失物人。老师和小朋友同齐画口号，嘛鼓励家长同齐来参加。及时行善的概念。一天呢，一位植物人需要10片尿布，1片尿布呢大概是10元左右，所以只要呢您可以每天省下10元，那1个月呢小额300元就可以帮助一个服务对象，把这个爱勇敢的说出来，并且回家之后呢能转告家长，做出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行动。创世基金会屏东院院长讲，目前因安养49个失物人，所以需要的料珠啊数量真多。希望社会大众会使发挥爱心，捐1点仔钱，甲失物人斗3工。幼儿园嘛表示，希望透过这届的活动，会使让囡仔了解，有能力帮助人是真有福气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76岁歌戏天王杨丽花，人16档搁转来搬电视。最近毋但推出新的电视歌戏，搁出新册。杨丽花伫咧今仔日下晡办新册见面会，和伊的影迷互动讲心内话。杨丽花，花声一直吹落去，歌戏天王杨丽花一出场，亲切见面会就真闹热。我结婚的时阵，到人会调哟，伊讲你即马嫁我，就是我的啊，收起来。我讲袂使，因为我是大众的精灵，我继续爱演女，无我无爱跟你结婚。老阿姨18岁，对广播中来熟悉杨丽花，刷来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所有作品拢无错过。71岁伊即阵的手机内底收藏着杨丽花各时期的相片。我们有时候在那个今日世界后面那个凤凰歌厅里面看现场，后面他在化妆啦，在那个人家讲剧情，他只是用讲了，他就知道后面要怎么演。杨丽花所扮的戏内底讲的忠孝节义，伊的戏迷拢真了解。一对老母甲查某囝更加当场唱着歌戏，问伊是毋可能向杨丽花来学歌戏。新桥白马走山歌，伊要去对啊学，我会想办法。戏迷对着伊甲歌戏的热情支持，杨丽花就感动。过了16年，搁再推出新戏，并且加入动画，就是希望歌戏演好更加侪人看到。我会继续，搁再努力，为这个歌戏，为这个文化爱较保留。有戏迷建议加技职教育来结合，也是成立学校。也有人建议杨丽花甲伊的徒弟陈阿兰用做 YouTuber， 一开喙就是上好的教材。1点钟的见面会，在资深艺人轰轰串场之下，气氛热烈，笑声不断，也为歌戏安怎传承提供真侪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所咱来关心国际的消息。日本政府伫咧9月27正式发表2019年的国防白皮书，除了要提升太空、网络方面的防卫能力，嘛继续注意中国伫咧西太平洋的军事势力敢有扩大。去年10月受邀请到韩国参加国际海军观览式的日本军舰，和韩方要求降下真多海上自卫队军机的效力机。去年12月下旬在日本海域，韩方以射控雷达锁定低空飞行的日本巡逻机，引发两国军事紧张。加上有关离间丁勇港甲慰安妇这争论，韩国甚至查扣伫韩国、日本生理人的财产。讲到历史性格日韩关系，也拢明文记录在新版的国防白皮书内底。関係が悪化している韓国をめぐっては、幅広い分野で防衛協力を進める方針だとしながらも、韓国政府が日韓の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 GSOMIA の破棄を決めたことなどから、韓国側の否定的な対応などが防衛協力や交流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懸念を示しています。日本 NHK 報道指出，在白皮書演議嘅定中，防衛性官員就認為，現階段日韓關係就算未見加歹，也未變好。自衛隊と韓国軍との交流は現場レベルでも減り、これまでのような安全保障協力を韓国との間で維持することは望めない状況です。韓國方面甲政府關係較好的韓民族新聞特別注意到日本國防白皮書內底，除了繼續強調所謂獨島，也就是日本所講的獨島主權屬於日本，也以俄羅斯轟炸機進入相關空中領域的例。暗示日本會在領土遭到外力入侵的時陣，派出戰機這部隊加以排除。韓國認為這是日本對着韓國出兵來鋪路，所以韓國外交部加國防部分別召見日本駐韓公使甲武官，順外交管道表達抗議。記者綜合報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立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3度到29度，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离岛地区24度到32度。今仔日是9月28，教师节，祝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